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10，咱做来读以赛亚书第51章到第6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51章，恁这个追求正义、追求我上主的人啊，着听，着看迄块石盘，恁就是对遐拍出来；注意看迄个石穴，恁就是对遐挖出来。着注意看恁的祖先阿伯拉罕，看恁的老母撒拉。我选调伊的时，伊简单家己一个，毋久我说伊，互伊子孙真多。上主要安慰耶路撒冷，安慰伊所有的风暴。我要互沙漠变做亲像埃甸园，互风暴亲像上主的园。伫园内有欢喜快乐，有感谢呵乐的歌声。我的子民啊，注意听我讲；我的国民啊，着按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，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，海岛拢在听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着举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因为天得要亲像烟雾消散，地亲像衫穿久去，内面的居民亲像芒虫死去。毋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穷。着听，恁这的认识公义，有甲我的教示藏伫心内的人，毋免惊人甲恁踢笑，毋免论别人甲恁侮辱，因为主通会甲因吞灭。若阵地食衫，虫会甲因食了，若阵地食油门。毋过，我的公义会永远存续，我的拯救线到万代。上主啊，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你的手骨着坚强起来，亲像早时的年日，亲像古早的时代安尼立起来，甲列合伯剁做一块一块。搁插头迄尾大海怪的，兼毋是你，互海甲大深渊的水打去，伫深渊开一条路，互得到赎回的人过去的，兼毋是你。安尼，上主赎回的人拢会倒转来，因为欢头喜面，沿路唱歌转来耶路撒冷，哀叹悲伤拢消失。上主讲，是我才是安慰恁的上帝。是安怎你咧惊一定会死的人？因的性命不过亲像草。你是安怎袂记得你的上帝？袂记得迄位天开穹苍立大地根基的造物主？你规日惊吓无停，惊迄个想要毁坏你的企业者生气。其实伊的生气袂当伤害你，受掠去的人真紧就会得到讨放，因袂死伫监牢，嘛袂欠缺食物。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我摇动海洋，互鹰哗哗吼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我的称呼。我将我的话藏伫你的嘴，用我的手的也看你。我天开穹苍，甲大地下根基，甲耶路撒冷讲，你是我的子民。着醒起来，醒起来！耶路撒冷着爬起来！你有啉上主摕互你大生气的杯，啉互人颠来颠去的酒，规碗讲啉甲达达。
伊生诶囝儿无一个会当甲伊插诶，伊饲大汉诶囝儿无一个会当甲伊扶的。即两点诶灾害，你拢捌拄着。啥人会当甲你做伙悲伤、毁坏、甲荒废、饥荒、甲刀剑临到？啥人会当甲你安慰？你诶囝儿昏倒伫街路口，亲像互人梦着诶羚羊，因充分感受上主诶大受气，受尽你诶上帝诶责备。所以，恁受苦诶耶路撒冷居民，无啉酒嘛颠来颠去诶人啊，着听。至悬诶上主为着伊子民伸冤诶上帝安尼讲：恁看，我已经对恁诶手将互恁颠来颠去诶杯摕去，恁毋免阁啉我大生气诶碗。我要将即碗酒摕互苦楚恁诶人啉，因捌对恁讲：拍落去，互阮打过去。迄时，恁诶脚趾饼亲像涂骹，亲像街路旧在因打过去。第52章，醒起来，着醒起来，锡安啊，着坚强，着穿水诶衣服。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对当以后，无十角诶，无生气诶，袂阁入去你内面。耶路撒冷啊，将土粉放迄角起来，坐伫王位。恁遮会受掠诶锡安诶居民啊，偷开红棍诶索人。上主安尼讲：恁互人骂去诶时，无收着价钱，相款，恁得到自由，嘛毋免付赎金。至悬诶上主阁讲：大起先，我诶子民落去埃及寄居，后来亚述人甲因欺压。我诶子民互人掠去做俘虏，无收着价钱，管辖因诶人甲因发来发去，规日在侮辱我诶名。但我要采取行动，因为安尼，伫迄日，我诶子民一定会捌我诶名，搁知伫讲话诶是我上主。恁看，我伫遮，搬山过岭，伫宣告和平，传好消息诶使者，因诶骹额我年啊水，因宣告拯救，对锡安讲：你诶上帝做王统治啦！听，恁诶守望者伫出大声，齐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上主倒转来锡安啊，荒废诶耶路撒冷啊，着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安慰伊诶子民，伊已经救赎耶路撒冷，上主已经伫万国诶眼前显出伊神圣诶气力，普天下诶人拢会看见咱诶上帝拯救。着离开，着离开，对巴比伦出来，毋通目着无清气诶物。恁遮会跟上主起旧诶人，着对巴比伦出来，着洁净家己。毋过恁毋免赶紧，毋免着急，恁毋是伫逃命。上主一定会伫恁头前带路，以色列诶上帝一定伫恁后面保护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我诶仆人要做一定会完成，伊一定会受高举，得到荣耀，受高升到至悬。真侪人看着伊，会奇怪戆影，因为伊诶面貌受损伤，伊诶外表无亲像人诶款式。安尼，伊会互万国着惊，互列国掩喙毋敢讲话。过去毋捌领受诶人会了解，毋捌听见诶人会领悟。第53章，咱所听到诶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诶气力捌对啥人显示？上主互伊诶仆人亲像新诶影浮出来，亲像军队大队发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危机通吸引咱，
嘛无好看诶外貌，互咱通羡慕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杀，阁受真侪苦难，经过逐款病痛，人回头毋看伊，咱藐视伊，无甲尊重。伊确实承担咱诶病痛，担当咱诶苦难。咱想讲伊受刑罚，互上帝拍受苦楚，毋过伊是为着咱诶过失受伤害，为着咱诶罪过受得罪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诶路。上主将咱罪人诶罪拢归伫伊身上。伊受压迫，受苦楚，毋过伊恬恬无出声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刣，亲像羊母，互人责问，伊拢无出声。伊受无公道诶审判，互人掠去，竟无人关心伊诶造物。伊为着我子民诶罪过受逼迫，伊受处死，对人间消失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无讲诡诈诶话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，甲好野人带做伙，总是上主决意，互伊受得罪、受苦楚，互伊通献性命赎人诶罪。以为当岁寿看着行行顺顺，互上主诶旨意通过伊来实现。经历受苦，以为看见光，对伊诶体验，以为心满意足。我义诶仆人，为互真侪人成做义人，伊要担当诶罪过。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诶人分所得到诶份额，甲强猛诶人分赠礼品，因为伊甘愿放杀性命到死，互人列入罪犯诶名单啊。总是伊担当真侪人诶罪，搁替罪犯祈祷。第54章，耶路撒冷啊，你这个未怀孕、无生囝诶妇人人啊，着唱歌。你这个毋捌经验、随尊艰苦诶妇人人啊，着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受气杀诶妇人人会有真侪囝儿，比有丈夫诶较侪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着确定你大诶布片诶地，着甲你布片诶布扣开，毋通限制，说着牵甲真棒，气仔拢顶互条，因为你为四面确定领土，你诶后代会得到列国诶土地，荒废诶城镇会有真侪人住，毋免惊。你毋免搁再见笑，你免搁忍受侮辱，着袂记得你少年的时会见笑，毋通搁记牢你做寡妇的体辱，因为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主，伊受称呼做全地的上帝。以色列啊，你以前是少年的妇人，互上主你的丈夫气杀，心忧伤。毋过，伊叫你倒转去伊遐，讲：虽然我有暂时气杀你，我要用深深的疼接你倒来。我捌对你发极大的生气，离开你一时仔久，但我要用不变的疼怜悯你。上主，你的救赎主安尼宣布。这对我来讲，若亲像那日日，我立誓袂阁互大水淹没大地，但我嘛立誓袂阁对你生气，袂阁责备你。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，毋过我不变的疼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耶路撒冷，
你这个受苦的城，你互暴风扫走，无人甲你安慰。我要用彩色的石甲你顶建，用蓝宝石做你的地基。我要用红宝石甲你起城塔，用画发光的宝石做你的城门，用珠宝做你四围的城墙。你的囝儿拢会受上主教导，你的子孙拢会平安繁荣。你会因为秉公行义得到建立。你无甚物通惊吓，因为袂过受压迫。凶暴会离开你远远，恐怖袂逼近你。若有人攻击你，毋是我引起的，所有攻击你的会互你拍败。你看，我做拍铁师傅，因分火炭互火焰，制作武器。我嘛做毁灭者，因起来施行凿灭。所有为着要攻击你制作的武器，无一项有路用。每一个伫法庭控告你的人，一定袂胜诉。这是上主的仆人因得的产业。我要维护伊，互伊胜利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第55章，喙焦的人来，遮有水；无钱的人嘛来买来食。来买酒买奶，毋免钱，毋免代价。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，若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物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物通食，通享受上好的食物，互恁满足。恁着爱耳孔听，来就近我，着听恁教诲我。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，互恁得到我永远代笔迄个确实不变的听。我有指派伊做万国的见证人，做万民的领袖，统治因。你看，你会召集你以前毋捌的国民，毋捌你的国民，拢会总来投靠你。上主，你的上帝要促成这个事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互你受尊重，得到荣耀。着趁上主找袂到的时找求伊，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。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。因着归向上主，伊会怜悯因；着归向咱的上帝，伊会宽宏赦免因。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。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，要润得大地，互五国不厌大长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美牛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，嘛会安尼。我的话绝对会实现，袂落空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，受引带平平安安回去。大山小山会伫恁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会拍扑甲欢喜。以前有刺白的所在会发伤白，有草刺的所在会发中青树。这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，互恁会记得上主的作为。第56章，上主安尼讲：恁着维护公平，实践公义，因为我爱拯救君啊！我爱公义念面实现，坚守安息日，拢无违背，手无做歹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已经归信上主的外族人，毋通讲上主一定会甲我甲伊的子民隔离。太监嘛毋通讲，我不过是一丛打起的树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遐会遵守我的安息日，做我所欢喜的事，持守我的约的太监。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殿、我的墙围内有纪念碑，有名号，比有真侪囝查某囝较好。
我要使因永远袂互人撤销的名。遐个归信上主的外族人要侍奉我，敬爱我上主的名，佮做我的仆人。因拢遵守安息日，无干犯滥用，确实持守我的约。我要带因到锡安我的圣山，互因伫我基督的殿内面有欢喜。我嘛要接纳因献伫我祭坛顶的烧化祭甲祭物，因为我的殿要叫做万民基督的殿。至悬的上主有调集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倒转来，伊安尼讲：已经倒转来的子民以外，我嘛要调集搁较侪人来归我因。上主讲：田野的走兽啊，拢来；树林内的野兽啊，拢来吞食。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迷，拢无知识，因是袂肥的狗。规日倒咧困，伫做梦，因拢是贪食的狗，规日食袂饱。这牧者无知识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：来，咱来去买酒，啉狗酒，啉互狗开。明仔载会甲今仔日相款，甚至搁较赞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51章到56章。